一齊睇下希伯來書9章27節。9章27節記錄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像這樣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獻，擔當了多人的罪，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，第幾次顯現？第二次顯現，並與罪無關，乃是為拯救他們。點解要第二次顯現？為咗施予救恩而第二次顯現，為咗拯救因為食咗善惡果而注定死亡嘅人類，上帝將會第二次嚟臨。喺約翰福音6章裏面，耶穌話：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。喺末日會點樣？我要叫他復活。咁點解上帝要第二次嚟臨？如果以人子嘅肉同血建立嘅新約真理制度一直延續到而家，仲需唔需要第二次嚟臨呢？唔需要。上帝一早已經預見生命嘅真理會被撒旦魔鬼毀滅，最終完全消失。所以上帝一再強調冇其他福音，除咗我傳俾你哋嘅之外，唔可以接受其他福音。就算係天上嚟嘅使者都好，如果所傳嘅同我哋傳俾你哋嘅唔同，就絕對唔可以接受。我哋喺加拉太書1章、但以理書7章同啟示錄22章裏面都可以揾到呢啲內容。遺憾嘅係，到咗公元4世紀左右，太陽神教嘅教理開始被引入。呢啲教理並唔係上帝教導嘅真理或者法度，但就被當做基督教嘅真理。安息日消失咗，逾越節消失咗，住棚節亦消失咗。所有上帝制定嘅新約真理、律例同制度都被廢除咗。之後大約1600年嘅漫長歲月就過咗去，我哋要食屬靈嘅生命嘅嗎哪，先至可以得活。雖然上帝明確曉諭世人，我係從天上降下嘅生命嘅糧，但我哋就處於生命之糧天上嘅嗎哪被中斷嘅狀態。所以上帝賜俾使徒約翰啟示嘅時候，話我要將隱藏嘅嗎哪同生命賜俾嗰啲得勝同持守信心到最後嘅人。一齊睇下2章16節，啟示錄2章16節。所以你當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臨到你那裏，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。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，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。得勝的，我必將乜嘢呢？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，並賜乜嘢？並賜他一塊白石。石上寫住咩？石上寫着生命，除了那領受的以外，沒有人能認識。2章17節記錄，上帝應許要將隱藏嘅乜嘢賜俾得勝嘅人。隱藏嘅嗎哪，嗎哪係邊個賜予嘅呢？佢話我。嗎哪嘅實體，耶穌基督話：食我嘅肉，飲我嘅血，就有生命喺你哋裏面，就有永生。喺末日，我要叫佢復活。